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。先来介绍讲，这日读做你呢意你第二条，因为古早字典这日是写做你的音，代表你的意思。像咱讲我甲你无分你我，也就是无分你甲我。要不过这日照用字读做呢呢呀呢第七条，咱讲呢呢就是离意。就讲我身躯敢若剩10块银呢呢，过去一抓敢若10分钟呢呢。另外这日照用字会当读做呢，像讲我呢安怎，遐呢安怎，这日呢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遐呢，代表好顶的意思。咱俩讲遐呢安怎，就是好顶的好，就是咱讲遐呢好。第二个词读做呢呢，代表离意。可能一寡观众朋友过去捌听过阿公阿嬷惯势讲会孙呢，这个意思啊，其实就是会时阵呢呢，这个合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你莫甲代志想甲遐呢困难，你就想讲是要做，也是唔做呢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你，啊若照用字读做呢甲呢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